有心意相通嘅人，你可以隨心而行。揾 Allstate 保險顧問就有呢個好處，我哋喺度聆聽你所想所需，同我哋傾下你喺屋保、車保同其他保障安全嘅需求，感受真正嘅自由啦。每天送你多一些開心回歸。9月15日到11月7日，連續8個星期，逢星期一至五，聽實 AM1430全線節目，每日密碼隨時出現。與此同時，收睇新時代電視，畫面提示另一組密碼，集齊電台、電視兩組密碼，上載到 AM1430.com 或提交到 Fairchild Radio App， 就有機會得到每日獎賞，價值80蚊禮品包一份。終極大獎，一人獨得，由香港航空送出溫哥華來回香港經濟客位機票2張，每天送你多一些。加拿大稅務局嘅服務再度成為焦點。審計總長報告指出，稅務局電話中心錯誤率高，等待時間長，只有極少納稅人能夠獲得準確協助。同時，政府推動自動報稅計劃，希望幫助低收入家庭自動報稅。稅務服務改革能否真正重建納稅人信任？請收睇星期一晚6點45分，傳媒對焦。新加坡軍龍區風油之傳媒對焦係由新加坡軍龍區風油贊助播出。